伫高雄的高铁左营站，掠有赛车驾驶违规停车伫外环道造成塞车。有驾驶讲是因为尖峰时间停车位歹找，才违规停车。有民众建议通参考高铁台南站使用科技执法，自动处理红线违规停车甲黄线超时停车。 那假日尖峰时间，高铁左营站常常一路塞车到引渡口，有人伫面车怨恨塞车主显示两边红线违规停车，也质疑这人为啥无利用边半点钟免钱的停车场。今天是因为里面根本进不去，塞住了。车位很有限嘛，像现在我们绕了2圈，里面都满了，也没办法停。我是觉得是比较有用的，你要申诉就你自己在申诉啊。 伫现场明显所在有禁止临时停车标志，也是未少车违停，一直到警方到场才驶走。毋过也有违规驾驶发冤枉，讲停车场尖峰时间拢无非才违停。于连续假期及交通尖峰时段，亦有派员执行交通疏导及加强违停取缔。今年截至4月20日止，已开出90张罚单。 警方强调，禁止临时停车的所在停车上单罚千字，毋过106年到即马罚超过4000张罚单，也是无法度改善。有人建议，有台南高铁站用科技执法来处理红线违停、临停区超时，不得较应解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